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。但是我食无饱要安怎？你食无饱？对啊，等下结束搁去食。你要请我呀？无呢？啊，无要请我，佮讲啊大声。啊，你著去外口讲你巴肚枵，人著摕物件互你食。你爱确定呢？啊，若无人摕物件，我食要安怎？因就是你做人伤失败。谢谢啊！袂我即摆即个声听起来足可怜我的。冰箱内底有迄啦，啥茶米卵啦，茶米卵是哦，你家己煮的吼。人送我的。听到朋友敢有想讲咱开头的安尼，阿姨想要听即个物件。各位听到朋友敢会后壁过来啊哈？嘿，鼻音正重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，失恋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啊，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嘛，拢会使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播。来听白边，白边。来，这部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抑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有感觉你今日甲别人伫主持无？换一个主持人啊！我原本想讲，其实听起来还好，你知影？如果还好啊，我听起来无无紧，你知影？你讲耳机挂起来了，录音机也切真正有差啦。对啊，听没有？恁个换一个新的主持人啊哈，代班爱对伊较好咧啊。今日小编听你讲有做侪分享的咧。哦，就这。我感觉最近咧足欢喜的，其实因会拄咱的迄批内底分享因的内容。对啊。还是讲，比如讲咱伫咧小编讲着啥，因甲人分享。嘿，安尼互动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咱已经变做因朋友啊。空中的朋友。对对对，空中相会的朋友。来头一个，这是有春的老话。哦，有春这10月份的哦，有较久啊。咱今日啊，我知影，咱今日照迄时间排序啦。好啊。若无咱拢一直前吼。真歹势。对，你先有春的即个。好，有春讲听到白白的平湖之旅吼，我想着我二期的时阵，家己办的毕业旅行，我有招几个同学，阮要去看烟火节。迄个时阵无亲像即马遮济工啦，打到平湖都落雨啊，而且是湿大雨迄种。在地人是真欢喜，讲因久久无落雨，就要欠水啊。但是阮吼一点仔都无感觉欢喜啦。甲你共款呢，是来啊就对啊，恁拢是来啊就对啊。阮迄是有风台影响，我毋知迄。你安尼比较来啊，因为伊去是落雨尔，你去个风台呢？毋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阮是因为风台所以落雨。系啊，啊你拄好要去的时阵，拄着风台，你毋是搁较衰？我毋知影人时间都约好啊，毋是我约的。继续。第二天要去耍水上的活动，亲像金蕉船迄种的。透早起床还咧落雨，烦恼船袂开，所以大家规气甲雨衫穿伫内底，外口就穿短裤甲衫，搁再套一领雨衫。有阵你穿2领雨衫，什么意思啦？我嘛听无，我看无。行到码头，大家甲笑的共款，雨大甲规身躯澹漉漉。加在阮拢有穿雨衫，免惊。问船长讲，船帮敢会因为落大雨来取消？船长讲惊啥？起来！迄只船一时汹汹，忽然间就变做海盗船啊！一开始大家拢足痛的，但是过无5分钟，就一个走去吐。大家开始起啊！总算到某一粒岛啊！船长甲阮放落船，这个时阵大家已经稀累累啊。但是雨搁咧落，休困一下了后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，真紧就恢复啊。然后阮就分开进行水上的活动，海印大就去赶转去沙坡，海印变细就继续耍，来来回回几落摆，雨嘛对咧那么大那么细。迄暗真正有人发烧啊，赶紧去西药房买药来食。过顿工是自由活动，会当困到自然醒，因为上重要的是暗时的烟火。到尾暗啊，欢欢喜喜为旅馆行出来，你一句我一句各讲话，无注意到落风，我的骹就去崴着啊，疼甲无法度行。多谢我的同学，甲我爱去现场看烟火，搁再爱转来旅馆。夭寿，这同学是真爱呢啊！哎，肯定是真爱呢，嘛真勇呢，佮爱起来。有剩人做了好你讲啦。遐多讲爱，我看起来是无无法度，法度。用光的。迄间西药房的头家笑讲。哪会阁是恁啦？过顿工要转去啊，天气变好啊，对，搁转去迄个热甲要死的好天啊！小汉的平湖之旅就安尼结束啊！啊，对啦，有一届去兰屿3天2暝，嘛是因为风台的影响，变做关伫岛上的5天4暝。
伊个桥上物件拢起来卖了了啊，岛上唯一的邮局佫无法度领钱，补给的船嘛无来，啥物拢欠，连钱都欠着对啊。嘿呐。对啊，我有甲伊应啊，我讲你安尼，我认真考虑，敢要甲你出去佚佗呢？有村就讲一定爱啊，因为负负得正，两个衰人安尼。你安尼，你两个去啊，你两个会变正，我无爱啊。我若是迄个正会变安怎？你安尼负正负，安尼就变做负啊，的呢。阮正你嘛正，你毋是正正就是较定正，呢，正。我问你，安若一个负，一个正，一个负，我是要安怎？你先确定你两个先去，啊，无问题了，我再甲恁去，安尼才对啊。无法度无钱啦。伊个甲人关心呢吼。对啊，有村关心咱的出差有发生啥物衰代无？咱们出差有啥物发生啥物衰代无？无咧，即个种足顺利的，嘿，应该是吼。算是啦吼，敢有一两项通讲的。哪像嘛无？对，那就无啥物吼。嘿啊，想要食啥人无开安尼敢有算？有村讲伊中秋的年假嘛去花莲做2天的超人呢。哎呀，厉害！嘿啊，伊讲对一阵来自台湾各地方的青婚人，为着讲即件代志，互相抢工课，而且佫互相提醒讲爱记咧休困。伫公司颠倒是大家想办法甲代志为外口撒，安尼比起来感觉足复杂的。有村讲伊国庆年假上尾工，缀阮爸因的中华同乡会，转去中华去看设计展。阮去的是参尾的展区，看一寡花啊、草啊，差一点仔就买即个高赞塔栽，7丛才100箍。夭寿哦，那俗啦。嘿啊，但是吼，考虑到阮是坐游览车的，这7丛高赞塔栽缀咧车顶海几工，应该是会伫车顶冷去啦，所以就无买啊。哦，你家才有省钱呢吼。若无迄树栽囥伫咧游览车顶悬，有个热，又个安尼海，安尼可能真正切转去就海去啊。转去随慢落来，随便来使差，雷子减数价，差无几块。啊，有阵有加迄足济影片呢。哦，我知。伊最用心的呢，伊去看迄民歌，啊，伊个一个录起来，而且个边仔个有拍票的咱。对啊，我就用心的，有够感动的 The View。但是伊会卡写讲，伊问咱会使唱几条？后边个感冒无法度唱，个搞白变，谢谢。听讲即马版权足严重的哦，连15秒都无法度。你会惊呀？我就惊。你真是无想要唱歌，还是惊版权？你要讲我清楚呢。版权真重要，我无钱，歹势有剩。好，来念第二个是惠bình呐。惠bình讲 Podcast 嘛真好听，乌白变小趣味的，有一寡观点嘛，互我挂耳机的时阵，定定对咧来点头，也是讲大声笑出来。台语台 Podcast 是陪伴我逐工通勤、运动甲款厝呢的好声音。听 Podcast 真正是对台语听力有真大的帮助，而且上重要的是会互大家自然来学会晓2种语言。18岁后边应该知影即个由来啦吼。即马出门拢惯势甲别人讲台语，嘛袂感觉讲家己足奇怪呀。哎呀，库存的集数要听了啊，所以来要来翻头听第2摆咯。哇，安尼真好呢，咱的迄收听率搁要增加。然后免你若是以后想阮的时阵，还是讲阮以后无爱的时阵，你就一直去听，一直去听，一直去听。对啊，阮种好奇迄200多集，会当听偌久？问红集，红集你听几届啊？但是我看有的人呢，有当时啊，迄某一集无已经过去啊，伊个一直放迄条，我毋知是安那呢。哦，对啊。嘛有某一集迄一条上悬呢。我会记得咱上悬的是迄进前有一季休困的时阵的上尾迄集。可能是咱休一个月，大家就想咱，大家拢个点来想讲，够新的，一直点啊，结果迄集就变小悬的。啊，无就是迄集有广告。哦。就是拄好咱迄集去互放送出去，大家一直点迄集。啊。结果点入去了，我发现讲哇。已经咧休困啊，所以就切掉。为头开始听。对，但是惠bình讲伊款厝呢是运动的时候会听呢。惠bình你是哦？我就想要讲即句呢。惠bình你是做啥物运动会使听？你是毋是无听阮会？袂记哩，阮真有一个听友。对啊，亚当咧时阵，哇，笑一个无力的安怎？对啊，是讲走的时阵愈走愈有力，所以想要知影讲惠bình是做啥物运动的时阵你听。敢有帮助你有快乐，但是散步会当啦，散步会使啦，还是讲就是快走，快无适合，愈走愈喘的，我都喘的，一直笑，我咧笑嘛都喘的。
而且会当甲出门，管是甲别人讲台语，即件代志连起来真正是无简单。对啊，而且听咱的节目，大家有发现无？阮的讲话愈来愈紧，但是咱的听友哪像拢无安尼拢讲的，对着阵哦。无定就是应该速度放较慢。冇可能，咱有甲因教我市暂停啊，先试迄0.8、0.5。对，无你可是咱全部听友听你规个拢安尼提升起来啊！哇，对啊对啊，所以大家就是愈听愈习惯安尼啊，感动啦！感动噶。好来刷来后一个，后一个是伫咧活水内流话，伊讲足趣味的节目，我头一摆听，以后会推荐互朋友。多谢多谢我的网友，我的网友你好，好刷来阿丹来啊啦，因这丹连做伙我竟然无看到。哎哟，来这是本土语教师阿丹，阿丹你好，伊讲甲你分享一件趣味的代志。慧斌老师传信息问我讲，敢有咧听台语台的 Podcast， 因为伊有伫咧节目听到一个本土语教师阿丹的投稿，来问讲敢是我本人，真正是有够趣味，会当伫空中甲熟悉的人相会，真正是足好耍的。我阁推荐乌边的是安怎安尼讲互伊，伊讲若是无乌白边，伊的日子就是乌白的，我一定爱替伊转达出来。感谢恁，互我甲慧斌阁增加一个话题，多谢。所以这听起来意思是讲，因两个拢是老师就对啊。是朋友，是实在。我有去查诶，慧斌老师的课，那就真趣味哦。是哦，对啊，慧斌老师你敢会当好老师咧教啥？老师咧教历史诶。历史哇，历史要讲较趣味，真无简单呢。对啊，应该是教历史诶，我若是无查毋对。慧斌啊，叫你讲黑白纸。慧斌老师，你若是想要介绍，有兴趣啊，家去查啦。哎呀，啊无你去问阿丹。讲紧若是大家拢熟悉阿丹。我要去倒位找啦。哦，伊佮甲我迄是安怎安尼讲推荐互因呢？安尼我们搁要拍广告。阮搁有一个新的单元，原来是安尼，第一讲一寡台湾的历史。我真感觉这趣味的呢。安尼慧斌应该真爱。慧斌，慧斌你有去听无哈？慧斌叫你哦。听了来甲我报告哈，写100字哦。平常时都是老师你甲咱指挥，我即摆甲指挥老师节嘛是袂歹吼。我嘛有一种做老师的感觉呢。大家老师更较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欧老师。老师，你是白老师。无介好听咩喏？对啊，怪怪啊！我是黑白教的老师。咱教育频道，咱听黑白白黑白教。咱教育频道真正会使安尼黑白讲心。听没有？恁爱知影，恁第一摆主题就是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哦，这一切拢是阮编的哦。刷来，这个佫是老师对无？哦，对。来，你念者，这是英语的老师，对，欧在琴。欧老师你好。伊就是欧老师，欧老师本人来啊啦。欧老师本人来啊，嘿，伊讲若有报奖，一定会得奖，我确定。老师歹势啊，阮无报。阮旧年有报一个啦，但是无对啦，歹势，互恁失望啊。但是咱伫听众的心内已经得奖啊啦，对，已经是第一名，多谢大家。好，过来是苗栗的哪里？哪里问讲，恁敢介意看台语新闻？阮逐工做工课拢会看，所以敢有介意？毋是做工课的时阵看会使，但是做工课的时阵拢无介意。但是我细汉真介意看呢。真的哦？对啊，阮会看迄。阮爸的册来看，毋是啊，我拄则是缀咧看。我拄则是毋是甲你讲啊？若毋是做工课的时阵拢会使，拢做介意的啊。嘿，我嘛是。对啊，做工课的时阵感觉讲，即个人会去想迄，对，伊即个字拍毋对呢，伊这台文即个标题写毋对呢，伊拄则迄，伊叫什么职业病对，迄看家己台的安尼啦，看别人就讲无要紧，凊彩做过，所以就是莫伫咧做工课，对，莫伫咧做工课的时阵看，拢做介意。啊，来你问咱讲，恁逐工敢有欢喜无？日本做侪翕的，敢搁要去日本佚佗，有够惊人的。你莫去有迄翕的所在就好啊，你去迄去较闹热的所在。对啊，你去市区啊，甲我共款去市区无？去看一寡网咖的物件。若是会当去吼，我嘛是会搁去啦。过来伊甲我回讲，乌边真古水，退休以后伊会考虑搬去屏东，因为屏东的慢慢猪脚真好食，多谢。哇！你替人搬厝成功，我敢欢喜。哇，哪里人就好诶呢？这是头一个愿意互我搬厝成功的家长，够爽诶啦！安尼时到哪里你搬厝通知一下乌边起来斗3工。谢谢。我替你吹骹手，我做老诶，我会甲你物件用海去啊！我这里边啊，甲你加油。佮
正经诶，你上好是安尼甲我害哦。过来是雷华，雷华，对，顶回咱毋是问伊这边是啥，对啊，是即边了啦。所以讲有听着啊，歹势，我记做隔壁组诶边呐。隔壁做像啦，隔壁做像是这边，我做好诶。对啊，伊讲即马我知影恁是乌边甲白边，咱附近有卖新口味诶歪歪，安尼后摆买一寡互大家食。好，多谢啊。但是伊进前寄互这边呢，敢是咱个食去啊？你也确定你是无可能回我食掉啊？这边你像，我嘛毋知，回你就是去我食掉啊。无说伊个这边的咱歪歪食隔壁敢有啥掉物？这开头的节目？这跟我无关系。过来是油啊，油啊回咱的问题。敢有希望后一季想要听到啥，会当提供互阮蒙参考哦。伊讲会当听恁开讲拢好啦。大家拢讲安尼呢？对咧，恁安尼毋通呢。恁安尼就是有挂一个目镜，看着阮拢感觉足水诶。听阮讲话，恁着爽，去互阮骂你嘛爽。对啊，莫安尼哈，奇怪呢，是咱甲咱诶听众，咱这吴老师甲白老师甲听众感觉真好是无？还是咱诶学生怪怪？老师嘛怪怪，老师怪怪，多谢多谢啊！对啦，嗨，那你嘛有讲啊，伊讲后一季伊也袂想着啦，非得吼是咱讲诶，无论啥物拢好听啦。你看因拢共款。对啊，是一寡意义无啦。你真是咧袂听着是无？我听出来啊。我想我拢黑白讲，真正敢真正听会落。会啊，因就是听会落，无因人听较紧对无？好，过来是加拿大的卡片。你连名无爱共叫啊，先甲人讲卡片。伊无署名讲伊是大夫，啊无咱加拿大来诶个地夫毋是已经讲啊？哦对，你是说 Dave， 你是我以为你是大夫，较歹势正经诶歹势。后来卡片咧写啥咧？而且白白黑白恁好，有真欢喜会当发现恁的节目。等下，安尼是毋是嘛是批？因为这是真正是张实体诶批咧。我本来一日莫插我，继续念，白边拄仔规个硬去。伫加拿大的即几冬，其实过了毋是讲足欢喜的。尤其是疫情的即段时间，我要逐工拢想要转去台湾，但是嘛是透过对台湾的思念，才有即个机会甲恁熟悉。虽然阮无见过面，毋过因为定定写批互恁，感觉敢若已经是熟悉久久的朋友啊。祝互恁的节目会当久久长长。哎哟 ！P.S. 即张卡片顶面呢，是法文耶诞节的意思，先祝恁耶诞节快乐，快乐 Noel。要两个袂晓诶。No， 我遮迄 Google 的语音，我听出来是 Noel。希望我无听毋着，大夫啊，你确定者？谢谢大夫，你连讲后一张批，你就是录者安尼啦。嘿呐，但是咱真感动呢。对啊，咱即摆佫收到一个加拿大来的卡片啊，咱美国的嘛有啊，加拿大嘛有啊，之前有一个迄个是啥物德国是无？嘿，即摆佫有啥物？我想要北极来的。冰岛的啊，你确定咱有听友伫遐呢？日本的听友你先写来，我会记得日本。咱佫有香港的，哎呀，即两个啊，日本的听友你伫倒位，香港的朋友你伫倒位？等恁哦。我就想要爱恁的卡片哦，想要恁迄有迄邮局的长的迄个印啊，哦，爽，对，咱做纪念。我拢有早顿去阮兜做纪念。大夫佫有讲，嘿，伊是加拿大的大夫，毋是美国的大夫。好啦，哎哟，莫安尼无。伊问讲，黑白边平常私底下敢是拢讲台语，还是有时阵会片段直接讲华语？拢讲啊，啥物拢讲啊？对啊，华语啊、英语啊、外星语啊。阮个遐甲得出声就对啊。对啊，啊无是用迄表情。咱看无，人看无我看有就好。重点是你看有就好啊。好啦，伊讲节目有找过江山的阿嬷甲金座的阿嬷，敢有想过找乌边的妈妈来上节目？哈？听乌边伫咧节目顶悬讲，真好奇乌边妈妈会分享啥物乌边细汉的故事，还是讲要甲主管拖落水？主管可能会使啦，主管可能会使。讲几句话哦。咱有两个呢，叫一个好啦，拢会使啦。阮母也是无可能，对，有一届哦，阮母也本来要来找我，伊讲咱爱录音，
我本要甲阮母啊讲，你要来看阮录音无？啊，你伫咧尾啊迄 NG 迄段会当甲阮讲一两句啊。啊无你即马 call in 互你阿母话，伊会甲我叫，我迄天有甲伊讲，你要甲谁讲啥啥？伊讲无爱啊，创啥啦？要讲啥？我跟你讲，伊讲我细汉的故事吼，我若甲伊讲，迄安怎，我会记住是安尼对无？嘿，啊，你知影大人甲囡仔记住无共款的版本就对啊。伊会感觉讲我黑白讲。无既然无叫伊来，我安怎黑白讲，迄是阮兜的代志。我回去则去互伊骂尔，但是伊即摆若叫伊来，伊直接伫节目面顶甲我骂，你知无？我是无可能互恁听着即个部分的。恁妈妈敢袂替你留一寡面子？应该对我袂安尼啊，阮查某囝哪呢？无咧，因为讲阮查某囝袂教好。阮老母做实在的。安尼啊，对，伊绝对袂讲哦，无啦，阮这黑边安怎，袂，伊做实在，伊会甲你讲实在黑边妈妈。多谢你，伊听着。毋是啊，这卡片内以外是物减一项物件。嘿，我本来想讲会有迄芳芳的味安尼，对啊，甜甜蜜蜜安尼，甜甜蜜蜜。你害我气者，迄麦克喷出来，甜甜蜜蜜是啥物？有一个甜蜜蜜的味的对，伊讲会烤乳加迄饭仔糖了。但是无啊，无物件是烤乳了无要夹啊！大夫对伊做失望诶，大夫来友情的阵变去啊，友情的阵化变就变，还较定呢。但是真好啦，你看伊讲伊伫咧美国，干啦，可袂叫伊去美国？无，伊真正伊练完一篇真有会啊，伊真正是伫美国搬去加拿大。对，你看伊伫美国无啥欢喜，来加拿大了后，因为疫情关系无啥欢喜，熟悉着咱，结果增加一点仔欢喜。对啊，安尼算起来，咱嘛是做功德啦吼。嘿啦，好，安尼真正要来美国啊！吼，咱真正要去美国。好来美国的翁进哦，伊顶下会问我，伊甲因翁即个 QA 我要选啥？一个是伫美国饲规家伙的一家之主。另外一个是听讲已经伫遐烂几啊年的家庭主妇，加上客观条件较好的，佮符合至少2个心所爱的条件，令我本人就感觉讲根本就袂使选我啊！你嘛知影讲袂使选你哦，但是我就是要各种明示暗示，要来逼即个黑边袂当放杀人的铁粉，真正是有够歹势咩？我接受大家的谴责，嘿嘿嘿嘿。但是要甲黑边学乐一下，伊真拍拼，挤出一个理由讲会当选铁粉，讲是互人爱的较幸福。其实想想咧嘛，真正讲会通呢。若是讲身躯边有一个人，你敢若开喙，伊就感觉你足够足赞的。无论你讲啥物内容，伊拢感觉你讲话足好听。其实真正袂歹呢。所以啊，其他的铁粉你嘛是真有机会哦。啊，若是我吼，我确定是去互淘汰啊，因为公正的第三方白边。伊叫我甲阮翁比我即个头的大小，要当做一个上尾的决斗就是啊。虽然讲我的头不离啊大，但是阮翁的头也是赢我啦。好啦，我若是甲阮翁离婚的时阵，我才介绍阮翁互黑边熟悉哦。既然代志已经发展到这，搁来补充一件代志，我上尾才发现阮翁的生日嘛是10月11，我生气啊！即摆是你甲我摇摆哦，这是甲我电哦，伊真正来甲我呛声哦，就想让黑边要甲铁粉冤家啊！你听有啥物意思无？我一开始看无，但是你有去查？我也想者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吼。听朋友，你敢知影阮翁的生日嘛是10月11？伊真正你甲我摇摆讲吼，伊嫁一个啥物拢是我介意的条件，而且佫是10月11的翁啦。翁是啥物意思？咱两个要切啊，咱两个船今日嘛变啊。过来，伊要回应讲吼，伊是安怎会生三个？伊讲白边甲黑边拢有2个，白边是对的，是我家己想要生。黑边讲毋对啊，毋是无细字的，因为我生第2胎以后，确实感觉讲生2个就会使。但是伫咧第2个3岁外的时阵，阮身躯边的好朋友生啊，我去甲伊看，结果摸着迄个红婴仔，就感觉讲佫生一个嘛袂歹。阮翁嘛讲好，所以我就生第3个。自即件代志以后，我就感觉讲做月内吼，爱甲迄红婴仔关起来。地数一般人较无法度接触到，这可能嘛是造成台湾少子化愈来愈严重的原因之一。因为我就是迄个甲红婴仔摸落，哇，就掉咧啊！无啥物物件会比即个红婴仔更较互人想要生囝。上尾顺续回答黑边的问题，我生的囡仔是大还是细？黑边有即个疑问，表示第一，黑边真有概念，因为囡仔确实愈大愈歹生。第二，黑边真正是想袂到我到底有偌无效，因为我积袂出来迄只，其实伊的体重敢若2700公克，比猫仔更较细只哦。
我原本是想讲吼，迄是因为头做大做歹生，结果真足想一下，虽然讲甲身躯比起来头是真大啦，但是迄个头甲别人比起来百分比嘛，才70%-80%尔，所以应该就是我想无好啦。好啦，就安尼，原本要花1600外字，即几工加加减减，就变做800外字，哇！真久无完成即种困难的任务的感觉。爱你哦，我是红琴，今日无爱你哦。咱的船拄则已经变啊吼，到即集结束之前，我加无爱你哦。下讲这以前有一个甲我拍的查甫的，伊嘛是甲阮翁共年共日共月呢。嘿哦，甲我 M 刀，无伊甲阮翁生做完全不共款。但是伊人袂歹啦，嘿，伊佫有台鱼仔我食，佫有甲我做生日。哇，阮是出国熟识的。安尼哦，对，但是就是甲阮翁差伤济啊。伊尾仔嘛结婚啊，即生三个囡仔有成无？无成，无成，无法度，拢无成啦。阮翁是无法度代替啦，手嘛无水，讲出来。啊，你咧，红真讲摸着红鞋仔想要生你有无？我无呢，因为我就惊共抱一个打出事的。哎呀，无抱好，因为软着无，软着无，惊对阿妈棍去食着。人讲迄抱迄，就是迄红棍拢爱互伊，安尼有物件。你安尼比别人看无？有物件伫遐吐咧，吐咧，毋是？头爱甲伊摸咧，爱花咧安尼啊。迄阿妈棍爱花咧啊。真哦，我嘛袂呢。我抱囡仔会感觉讲哦，足重诶，手足酸诶。你若搁较细，你着手酸。毋是啊，抱咧，我著较无鸟我毋是搁较重。所以我抱阮囝嘛都酸诶啊，足重诶，你紧倒来。我迄囝我上大时阵十几公斤诶，我是真诶足重诶。我最近伫路年看到迄大只狗啊，迄种足大只迄种，我想讲哦，伊到时阵老也袂惊诶时阵，你是要安怎抱啦？即嘛有车啊？毋是啊，伊若狗共阮住5楼要安怎？哦，爱扛起哩，用迄吊迄山猪诶，吊起哩。我去看阮朋友生囝抱着红鞋仔，我嘛袂感觉我想要生呢。红真你确定呢？是毋是你家己想要生？我若有恁翁即种翁，我可能会考虑要生。听我朋友恁讲有即种经验的，摸着红鞋仔想要生囝来去社会来红真来讲者。对啊，互阮体会看觅，毕竟吼，阮这18、9岁生囝离阮阁伤遥远啊。嘿呀，我本身就是一个古水囡仔，我阁等待别人甲我饲呢，我哪有咧想饲囡仔的代志哈？你等下敢有要甲我饲？除了迄个冰箱的茶米卵，敢有别项他饲？我冰看觅我的拖下内底有啥物食的吼。但是因囝这夭寿细汉的，嘿啊，我本来叫是足大的，你知道？结果竟然安尼啦，可能伊甲我共款无效。红姐，你即摆阁变阮好朋友呢，但是我想要甲你迄个船甲伊变过去呢，怎会安尼？但是我要讲哦，我讲迄句互人爱较幸福即件代志啊。嘿，我迄天有看到一个人甲我反驳哦。对，伊讲你若是想要体会啥物叫做爱，你就是爱去选你较爱的迄个。因为若是有伊，你会感觉讲迄是春天，无论伊是笑还是哭，你看到伊，你规个人就会充满希望。我想讲，哈，我希望我做别人的希望啦。我做无介意家己的心情去互人影响，你知影？对啊。但是上好嘛是找一个互相依赖的人，你爱伊，伊嘛爱你，安尼人，安尼是上好的人。安尼才平等啊。平等。若是无平等，咱嘛至少就是莫辜负别人啦。嘛莫欺骗别人的感情啦，对啦，搁较袂使欺骗别人的身体啦，嘿啦，雄变甲足严肃安尼。教育，对，教育频道。好啦，安尼当收尾啊，教育的时阵就爱收尾。等咧，哈，搁有一个得的老话，有村咧，有村呀，有村拄则毋是老过啊，就照时间排落来。所以后壁的时间搁有回的对啊。嘿，就是咱迄狗仔的批。对，咱问讲有村的 PTSD。有阵的 PTSD 敢有较好，无啥清楚，但是看到伫咧路边行的狗，若是边仔有人咧骑奥多摆，也是咧驶车，我的头壳内就会出现狗仔的巴肚去狗鬼画面。安尼就是无好 ，PTSD 无好。但是袂歹，我感觉有阵你至少你有甲即件代志讲出来啊。因为有一寡代志藏伫咧心肝内逼掉咧啊。其实你的身躯甲你的大脑其实无去修复。你今日有甲代志讲出来，你以后看到的时阵，你都有知影讲哦，这爱转化。若无我变来讲，PTSD，就是另外一种啊，就是用一个别种物件来去影响啊。
哦，譬如讲还是代替，对，哦譬如讲你即摆你谈恋爱，你会知影讲有一个人会替你烦恼，你若开始有即种，就是我无想要食饭，但是我无食饭，迄个人甲我烦恼，无我食两喙安尼哇，即种有一个移情的作用啊。哦，就甲你的情感刷去别人身上，你的即个艰苦就会较少啊。有道理呢。有阵你有听到无？伊也想讲，哎呦，后边甲我念后边的 PTSD， PTSD 来啊，后边讲你 PTSD 过来啊。你这个时阵你得去想别项啊，你知无？你有需要我录一段互你，你甲我讲，我单独录一段互你。伊规个人讲，我规个暗时做水无去啊，我的 PTSD， 暗时随寒冰，我换新的 PTSD 安尼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真正感谢大家伫咧空中甲阮做朋友，无论你是写批来、留话来，还是讲你有寄物件来互阮，无寄物件来互阮，共款拢是阮的好朋友啦。多谢大家啦，拢伫咧阮的心内啊，只是你无看到，我的心有够空阔的人，看拢空，砰砰砰，会使钱350的人。等我以后有2300万的人的时阵，会变愈大间，恁就会钱做伙啊。都在讲啥？你毋知哦，咱台湾2300万的，我知。我希望每一个拢是阮听友啦。哦，是，对。啊，你若是有生囝，你要来甲阮分享的嘛是会使，我来甲你讲一声恭喜哦。我想要食油饭，愈来愈超过你。毋是，我是咧分享因的欢喜，分享欢喜的时阵，就是食到迄个油饭，头壳来都是假的。好啦，继续话。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听爱甲小编讲，事事别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问村长讲，敢会因为落大雨转班？问村长讲，敢会因为落大雨转班？什么转班啊？什么倒啦？恁班上课哟啦？转班？问船长讲，船长是啥啦？听船了啦？你个真惊的哦！我今日那里出现船的音。这七张吼，伫咧海应该是这七张底，这七张底迄个创啥？较正经哦，对，你即摆是咧模仿迄7张是无？